韩队来了。找你好难呀，杨兵。得是应该叫你唐松明。哎呀，他没有那个惊慌失措或者是很惊讶的态度，就是很无所谓，啊，大大咧咧，没有一点这个见到警察很拘束啊，或者很紧张啊，他很自然。我不知道他可能当时他有底气吗，还是觉得把他处理不了吗，还是怎么样？韩队，先给你赔个不是啊，上次啊，我确实有点急事，得先走，所以叫你陪我好一趟，不好意思啊。杨斌啊，你保证算，你知道，我们今天来不是为了这件事情，不是为了我事。哎呀，韩队，俺是魏火松干的有些事呀，都与我没有啥关系。哎呀，我给魏火松说叫他别干了，他非要干。我相信两位队长都调查清楚了，也不会冤枉一个好人。哎，喝茶喝茶。石锅在哪？试过？啥试过？我没轻飞过。你再说我听。你的箱子里、硬盘里有啥东西，你自己知道。作案过程、团伙成员，清清楚楚。就凭这些证据，零口供我也可以抓你判你。但是石锅不是你娃可以动的东西，你手底下人全都撂了。你不是当老大吗？讲义气，啥？这回你要甩过，你怂成桥了。